今日教大家兩招簡單嘅新手招式啊，就係旋風三角同埋升降機啦。第一招係旋風三角 Rock the Baby。首先我哋掉呢個勁力旋風先，跟住咧就用冇綁繩嗰隻手嘅手指公啊黐埋去條繩度，跟住咧綁繩嗰隻手咧呢度咧就要控制條繩兜過去尾指嗰度落翻嚟，之後捉住下面條繩。然後兩隻手嘅位置上下反轉，見到咧就有個三角形出咗嚟，搖咧就喺呢個三角形入邊啊搖幾下，放手啊咁就完成噶啦。簡單嘅口訣啊就係撞手指公啊撞埋條繩度，兜條繩啊兜過去尾指，捉手指啊捉實條繩，轉兩隻手上下換位。第二招啊升降機或者叫做風起雲湧 Elevator。掉咗勁力旋風落去之後啊，我哋揾啊冇綁繩嗰隻手嘅食指啊伸出嚟，喺條繩嘅一半左右位置啊由內而外啊頂出去，再向上。而另一隻手咧就控制隻搖搖同埋條搖搖繩啦。我哋就將條搖搖繩啊對住搖搖中間嘅空隙，我哋向下拉，咁隻搖搖咧就會向上。之後咧向上俾翻繩落去咧，隻搖搖就會向下啦。咁你多做幾次之後咧，就會有升降機嘅效果啦。最後咧，再慢慢放手收翻就完成噶啦。呢兩招嘅技巧就係腦入邊啊，要清晰每一個步驟啊，究竟要點做，練好呢個手眼協調咧，好快就會成功噶啦。第二就係之前教嘅勁力旋風啊，一定要練熟，即係咧唔可以掉歪，同埋咧要 hold 到一個好長時間嘅空轉。最後啊，我哋挑戰下兩招連埋一齊做。咁今日嘅教學就到呢度啦，有問題都可以留言，記得 subscribe 我啊！